们弄的吧？但我给他说的，他今天把那么的情节了说是，今天还有那么些，对吧？再来是接下来是做祈请什么呢？恳请上师本尊加持，我能如是。哎呀，后面这个祈请这个是为前面修行的功德能够就是达到，这后面祈请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来说啊，修给我们那个刚的说我们那个的，如果修好事情的说到了，修的说的。所以呢，后面不是有一句叫做恳请上师本尊加持，我能如是吗？这个呢是在祈请什么？祈请前面我能够承办前面所期许的事情，这样的意思。对，每个这个四无量心感到了了。这个呢，每一个四无量心都会有这样的。那第几了呀？给他钱了吧，那么的情节了都刷到册了吧？因为在之后呢，是已经恳请上师本尊加持我能如是，这个已经祈请完之后，刷到册你。但容易的，给他说到吧了，店里那那么那一头用的，尽量不就是嘛用的，那让给别了，给的得用嘛，给的，女娃的得用一个，到把电送上了家伙还是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已经祈请完之后呢，是要该做什么呢？已经上师本尊身上或者身语意降下甘露，以及做一个甘露降尽之法，能令我能够承办这样得到能力，或者说得到觉悟，要这么去思维。对，年纪没得上高。这个呢是必须要去思维。说到你家小嘛的，到我起码没有，你家小嘛的是。不是说祈请完了就结束，不是这样的呀，或者说祈请完了之后就放在一边，不是这样。那祈请完了之后呢，还剩下一个步骤没有做完。哎呀，大家告诉我，那呢，这个步骤做法都有明白吗？是我那些留给我准备大吧，刚才人他说了，抓鸡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时常都有在修四无量心，前面那个部分修完了之后再做祈请。对，他明白的话，是不是能干多？对吧？肯定是。另外的起码都给提什么的。好，再来这个第二个所祈愿的是什么呢？若一切有情若一切有情，具足乐己乐因，何其善也！哎呀，给他钱我给不起。很多。这个见过了，怎么讲的讲？再来是愿起具足，我当令起具足。这就看那个方家吧。所以呢，这些都算是在发愿祈愿。到底前面这样有呢，前面继续参与了。所以呢，这样一来，这个每一个无量当中都具足四无量。就让前面写的我对蛮老的，就让个前面写。我们一般的这个四无量心是这样的啊，比如说这个在会供的法本里面有的一样的，一般的句子。就是它的前后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句子都是一样的。平常的我们四无量心藏，愿一切有情具足安乐及乐因，愿一切有情远离痛苦及苦因，愿一切有情不离无苦之乐，愿一切有情理清楚爱自安住等十这样。这样，这条路单用层面都是嘛的，单用层面高啊层面，强化层面高啊层面，应急层面，人家双用层面是蛮难的。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排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，平等时，平等时是无量，慈无量，慈无量，悲无量，喜无量，七七无量这样。哎呀，那我点了这两的双的层面也是，抓到了一张双的层面那个。因为这边不是有四无量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多加一个无量，变成五个无量是什么呢？七七无量，因为我们有在做七七。所以呢，变成多一个七七无量。等于七七无量，这差数呢包括无量都用的吧？那七七无量已经结束之后呢，会有什么呢？就会觉悟无量会得到。得到。好，越多效果。所以呢，也叫做觉悟无量，也叫做正量无量，让我们。自己要想办法得到觉悟无量也好，正量无量。四无量都差什么？双的无量觉，双的无量特殊呢？样样都呢，
真的也有我能不的，没有我能不掉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思无量之后，再要做其无量，其无量做了之后呢，必须要获得正量无量，正量无量获得之后呢，再要什么样得到无量呢？要一个进步无量，不需要有进步，不能有后退，不能推破无量，不能有退步，进步无量。对，大年前呢，我在提前的生活上，专业帮忙送的生活当年，大生会那么大多就多了也是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思维这个酬亲以及中庸这三种，必须要一个一视同仁，必须要一个平等的对待。当然是也加的了，当然就做开继续的加了当嘛的搞错，但并也不懂，也是呢。好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这个断除对仇的怨恨，这个呢是必须要的。原来的呢，当然没事，你这个边的加了当归，跟他肯定多少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必须要破除对这个仇敌的怨恨是什么呢？我没有理由对所谓的仇人要怨恨，你有什么理由？那也是那往天冷当我真的到最后都是。所以呢，只不过是短暂当中有害而已，就是因为短暂的害，然后呢，必须要对他升起怨恨的话，这是怨恨不完的。那在一个怨恨不完什么的，有情是根本都是过了这个没有什么价值去怨恨着。对的，那个年蒙的，那年蒙的钱上当，让你年蒙不起呢，然后那个可是就有的上当。所以呢，对于仇敌产生怨恨的时候，必须多想一下过去生当中，他多少次已经做过自己的亲友，以及做过多少次对自己有利的事情。不单单那个不要做个亲，就大多年了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但是对自己有害的这个事情，不是长久会带来伤害的。当然，那就刚才的经过这样吧，你不涉及吧，你吧，关于你们的生活当中了，然后经过说关于你们生活当中了。好，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这个。当思维轮回的过患的时候，有在思维说，不确定的过患。但你们是啊，这就要去拿的年的时候的，过的描述，你们就要嘛的说。好，所以呢是什么呢？什么不确定或者不一定呢？所谓的仇也好，亲也好，或者高低都不确定，不一定的。大家这一个生意也是不多的，这里面一个生意干了就不是那么多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是仇的话，明天有可能会变成亲人；今天是亲人的话，明天有可能会变成这个仇人。这种的事情多到不行。呀，我们旁边说这样的，他里面一个态度永远这个多。好，这个过去。前年是自己的是仇人，但是今年开始永久变成自己的亲友，也有这样的。所以呢，过去式当中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我们先不管这个，光我们思维今世这样就够了。过去什么的？过去是可上好，这个过去式这个过去式当中是状况什么样，我们就不用管，这个我们只去理解今世，这样就可以。大了人性